呢度係埃及嘅第二大城市，地中海畔嘅亞歷山大港 （Alexandria）。呢座城市建於公元前331年，由歷史上大名鼎鼎嘅亞歷山大大帝親手規劃。我哋而家經過呢段內街，係本地人真正生活嘅市集、市場同埋民生用品店鋪。唔好睇佢殘舊，又有啲邋遢。喺2000幾年前嘅托勒密王朝時期，呢度係最耀眼嘅文化、科學同財富中心。我哋行入地底，嚟到中世紀世界7大奇蹟嘅地下巨墓。呢個深埋喺地底大約3層樓深嘅龐大墓葬群，係全地球唯一一個可以睇到古埃及、古希臘、古羅馬3大文化大集會嘅地方。呢座迷宮式嘅地下墓穴原本只係為咗一個富裕家族而起嘅，但隨住時間過去，呢度陸陸續續安葬咗超過300具木乃伊。墓入邊陰暗嘅螺旋梯係當年運送木乃伊嘅通道，喺呢度啲人會用繩將木乃伊順住圓軸放落去。中央嘅天井可以用嚟照明同通風，行落去第一層，經過走廊就會去到圓形大廳。左手邊嘅餐室係供喪家食飯嘅地方，而前面嘅階梯就向下通往第2層嘅主墓室。墓室門口上面刻住希臘神話入邊嘅美杜莎，但係守住大門嘅蛇神頭上面卻戴住埃及法老嘅雙皇冠。行到入去內部，牆上面嘅浮雕描繪住埃及嘅阿努比斯神，但佢身上着住嘅竟然係羅馬軍隊嘅盔甲。深入地下第2層，覺得陰森。雖然木乃伊已經搬空，剩返一大堆墓穴，但係都係有少少驚。好彩一大班人一齊話晒係世界奇蹟，都硬住頭皮嚟見識下。如果係你敢唔敢一個人行入呢座地下迷宮呢？呢支龐貝柱同古羅馬嘅龐貝古城或者龐貝將軍一點關係都冇，佢原本係古埃及神廟幾百條柱嘅其中之一，後尾神廟被戰火夷為平地，卻奇蹟咁只係剩翻呢唯一一條主柱，孤零零喺地中海嘅海風之中企咗1700年。
呢座由黃色石塊砌成嘅海上巨型要塞叫做魁貝堡 （Citadel of Quebec Bay）。城堡嘅腳下就係古代世界7大奇蹟之一消失咗嘅亞歷山大燈塔 （Pharos Lighthouse） 原址。當年呢座燈塔有130幾米高，守護咗地中海1000幾年，卻不幸喺經歷咗多次強烈地震之後徹底崩塌，碎裂嘅巨石沉入海底。後尾蘇丹奎貝嚟到呢度呢，下令將燈塔流落嚟嘅巨型花崗岩石就地取材，起咗呢座要塞。依家你摸到嘅每一塊石頭，其實都係2000年前世界奇蹟嘅碎片。燈塔換咗另一種形態，繼續喺地中海嘅海風之中守護住呢座城市。沿住濱海大道，你會見到一座歐式古典嘅大橋，呢個就係亞歷山大港嘅地標斯坦利大橋 （Stanley Bridge）。呢座橋其實係喺2001年落成嘅。當初要起佢嘅原因，純粹係因為濱海大道太塞車啦。埃及政府本來打算下令拆除海灘周圍，包括幾間歷史悠久嘅老字號酒店嚟拓闊條路，結果引發咗當地文化界、建築師同埋老居民嘅強烈抗議。於是埃及政府索性直接將橋起入去地中海入面，佢哋兜過原本狹窄嘅斯坦利海灣，喺海面上修築咗呢一座全長400米嘅宏偉大橋，一舉解救咗整座城市嘅交通噩夢。喺公元前3世紀嘅托勒密王朝，呢座城市嘅舊圖書館入邊藏有幾十萬卷珍貴嘅沙草紙手稿。古希臘嘅阿基米德、歐幾里德呢啲出名嘅數學家，當年都喺呢度翻閱過。然而，呢一座智慧嘅聖殿，卻不幸喺凱撒大帝引發嘅殘酷戰火之中，被燒成咗灰燼。無數人類早期嘅文明結晶就咁灰飛煙滅。2002年，埃及政府喺聯合國嘅全力支持下，耗費巨資喺古圖書館嘅舊址隔籬，起咗呢座極具未來美學嘅全新圖書館。成棟建築嘅頂部係一個直徑高達160米嘅巨大傾斜圓盤，象徵一輪從地中海地平線破曉而出嘅旭日。
我哋重新返到嚟開羅，嚟到呢間位於頂樓嘅景觀餐廳，望住地標金字塔食午餐，正式告別呢個嘅混亂又迷人嘅開羅。下一站前往機場，飛往古埃及真正嘅靈魂心臟 Luxor。